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30，诗篇135篇13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你的名留到永远。上主啊，万世代的人拢会纪念你。三甲来祈祷，名留永远，搁互万世代的人纪念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悬、至大、至真、至圣、至善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，你赐恩惠予万民，你赐福气予万人。你将无比的恩典、无尽的疼痛，赏赐予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愿卑微小可的人，既然通领受你安尼的疼，这款的恩，是阮一世人也讲袂尽，也是阮一生也行袂了的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称赞你，我要来学习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是阮所学习甲尊重的。上主啊，你的名要留到永远。上主啊，万世代的人拢会纪念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的名要留到永远，万世代的人拢会纪念咱的主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